来一个帅气男孩啊，求求啦！你好，主播，我是一名乞丐，您方便刷5瓶啤酒吗？我刷5瓶啤酒，你看我长得像5瓶啤酒吗，哥们？咱俩都是祖国平衡嫂，我要啤酒啊，我该你的呀啊！你不靠自己的双手努力获取大家的开心，让大家给你刷，你找我要？我也不打 PK 呀，你还找我要？谁该你的呀？不是，我也没说啥呀，但是你都有